好啦，星期六又嚟到肥叔足球世界，咁啊戰績繼續良好，咁啊喂，今日唔使講啦，早場就已經5中4啦，唔好講咁多啦。嗱，視頻版今日會繼續啦，咁啊另外文字版都仲有推介嘅。嗱，視頻地面場啦，繼續去翻巴甲啦。嗱，巴熟悉嘅巴甲咧就會好多穩陣好多，信心都強好多啦，大佬係咪先？好啦，今日嚟一場咧巴甲嘅打比戰啊，就係南大河州嘅打比啦，就係呢個國際體育會咧將會對住金美澳。嗱，首先好簡單，金美澳戰績下滑啦，戰績今屆好低沉啦，而且啱啱上一場咧對住巴甲升班馬米拉索咧輸1-4。嗱，輸波唔緊要啊，最慘就係俾對方蹂躪啦，後防鬆散啦，完全冇士氣。最後咧輸咗波之後咧，巴甲咧就從來炒教練咧完全唔會手軟嘅。佢哋嘅領隊咧阿堅達路斯咧已經被炒啦，咁所以今場波咧喺無主帥啊，即係完全軍心不穩嘅情況下咧，將會對住咧就係國際體育會。嗱，同城嘅國際體育會咧其實係互相咧兩隊嘅宿敵嚟噶。國際體育會咧其實喺今屆嘅南大河州嘅聯賽啦，或者叫做州份聯賽咧，以2回合計3-1咧就贏咗冠軍，亦都係咧。同埋最關鍵就係近2年咧都食住對手金美澳啊，6場對陣嘅情況下咧4場都贏過波㗎。嗱，所以咧無論喺近況啦、陣容啦、信心士氣啦，同埋近績嘅，我今場波對國際體育會咧相當有信心嘅。而且上一場咧，佢哋雖然0-1輸俾啦彭美拉斯，但係老實講啦，輸彭美拉斯非戰之罪啦。國際體會係咪先？一場輸波亦唔代表佢哋之前咧幾場波嘅狀態同埋個表現㗎。咁所以今場波好簡單，簡單，國際體育會，小邊。